2025年5月21日復活期第5週星期三。天主，你喜愛人純潔無罪，並恢復了人類的純潔。求你使你的子女一心歸向你。我們既藉信德脫離了黑暗，求你使我們常常接受真理之光的照耀，生活在光明中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使徒行傳15章1至6節。耶路撒冷會議。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，教導弟兄們說：你們若不按照摩西的規矩受割禮，不能得救。保羅和巴拿巴跟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和辯論，大家就決定指派保羅、巴拿巴和本會的幾個人，為所辯論的事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和長老。於是教會為他們送行。他們經過腓尼基、撒瑪利亞，沿途敘說外邦人歸主的事，使眾弟兄都非常歡喜。他們到了耶路撒冷，教會、使徒和長老都接待他們。他們就述說上帝同他們所做的一切事。唯有幾個法利賽派的信徒起來，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，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使徒和長老聚集商議這事。得救的根基是恩典而非律法行為。你們若不按照摩西的規矩受割禮，不能得救。這句話反映了某些猶太信徒仍堅持得救必須先猶太化，即遵守律法如行割禮。信徒然而保羅與巴拿巴極力反駁，堅持得救是因信耶穌基督，憑恩典，不靠行為。羅馬書3章28節，加拉太書2章16節，人稱義是因着信，不在於律法的行為。教會在真理中追求合一與正義的處理方式。面對異見，教會不是分裂，而是集體面對問題。派人上耶路撒冷，由使徒與長老共同查究，展現出初代教會在信仰核心上的堅持與合一的精神，不犧牲真理，也不忽略團契。神對外邦人的救恩是教會共同見證的事實。沿途敘說外邦人歸主的事，使眾弟兄都非常歡喜。神的工作已經明顯臨到外邦人，他們得救的見證，生命的改變，是對恩典福音的有力見證。這提醒我們，真理要結合神的作為與聖靈的印證來分辨與印證。神學與應用。守住純正的福音，不加添，不減少。今天也有許多加上條件的福音，如行為、文化、特定宗教習慣等，這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律法主義。我們是否誤以為得神喜悅要靠更多行為表現？我們是否仍活在被接納的焦慮中？教會如何面對爭議與分歧？初代教會選擇溝通、討論、尋求共識，而非立即排斥對方或引發分裂。我們是否願意謙卑地面對不同意見，尋求聖經真理與屬靈的判斷，而非情緒或權力的拉鋸？神的救恩是跨越文化與種族的。教會不可設立文化性門檻，如某種穿着、語言、敬拜風格，否則就變成現代的割禮。我們的教會與生命是否向所有人敞開，
尤其是那些與我們文化背景不同的人，為神的作為歡喜。外邦人歸主是教會的喜樂。保羅與巴拿巴沿途述說神的作為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建立信心、激勵合一的做法。我們是否習慣分享神的作為？是否常因弟兄姊妹的得救與更新而喜樂？詩篇122篇1至5節。耶路撒冷眾，我喜樂，因人對我說：我們到耶和華的殿去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們的腳站在你門內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連結整齊的一座城。眾支派就是耶和華的支派，上那裏去，按以色列的法度頌揚耶和華的名。他們在那裏設立審判的寶座，就是大衛家的寶座。約翰福音15章1至8節。耶穌是真葡萄樹，我就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掉；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剪乾淨，使枝子結果子更多。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潔淨了。你們要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裏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，也是這樣。我就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被丟在外面，枯乾了，人撿起來，扔進火裏燒了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凡你們想要的，祈求，就給你們成全。你們多結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榮耀，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基督是生命的源頭與真實的根基。我就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耶穌不是一個選項，而是真葡萄樹，意味着他是唯一能供應屬靈生命與結果子的來源。父神作為栽培的人，積極管理與修剪，代表神在我們生命中主權的引導與管教。與基督的聯合是結果子的前提。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裏面。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常在 meno 表示持續不斷的親密連結。信徒若不與基督保持生命的連結，屬靈上就會枯乾，無法結出聖靈的果子。結果子是信徒生命真實與基督連結的外在印證。神主動潔淨與修剪，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剪乾淨，使枝子結果子更多。修剪象徵神的管教、熬煉與潔淨，是為了成長與更豐盛的生命。不結果子的枝子被剪除，反映出不真實信仰的最終審判。禱告與主的話語息息相關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祈求，就給你們成全。有效禱告的前提是與主話語的對齊，並活在他的旨意中。禱告不僅是請求，更是一種信服與聯合。結果只是榮耀神，證明門徒身份的記號。你們多結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榮耀，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
信徒的使命不只是得救，更是在生命中結出見證神的果實。這是對主門徒身份的真實回應。神學與應用，每日與主保持連結，花時間禱告、讀經、默想，讓基督的生命不斷供應我。今天我們是否在心靈裡住在主裡，還是靠自己而活？接受主的修剪，面對試煉或神的糾正，不逃避，而是信服並信靠他有美意。我們最近是否經歷到修剪？這是否讓我更像基督？結出屬靈的果子，果子包括聖靈的9種果子，加拉太書5章22、23節，也包括見證主、服侍他人、帶領人歸主。這一季我們在哪些方面結果子？有沒有枯乾的枝子需要重新連結於主？讓主的話住在我心裡，不只讀經，更是默想與實踐，使神的話成為我生活的指引。我們是否讓神的話語影響我們的價值觀、決策與禱告內容？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下耶穌基督，他的十字架救恩是我們得救唯一的根基，不是靠行為，不是靠律法，不是靠人的努力，而是靠你豐盛的恩典與慈愛。主啊，當初代教會面對分歧與挑戰，你的聖靈引導他們尋求真理，彼此聆聽，保持合一。願我們今天的教會也學會同樣的謙卑與信服。主耶穌，幫助我們不偏離你純正的福音，不將人的傳統當作救恩的條件，也不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設立門檻，使我們能接納你所接納的人，尊重你在外邦人和各族群中的作為。主啊，我們承認自己也常常自以為義，喜歡批判、設限，不願放下偏見。求你赦免我們，給我們一顆願意學習、悔改、合一的心。願你的教會在爭議中尋見真理，在真理中彰顯愛，在愛中活出合一的見證，使萬民看見你的榮耀與恩典的豐盛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